热人生水哦，就爱特别细腻。昨下晡伫宜兰南澳金额水墙又搁发生渡水的意外，11个高中学生烧石去耍水，结果一个18岁细号的高级毕业生哦渡水死亡。金额水墙之前嘛捌发生过意外，当地教练就呼吁讲，附近的水穴有部分所在会倒流，较危险哦，所以耍水上好嘛是爱穿救生衫较安全。 伫蔡头的河流边，消防员搬一位被救起来的查甫人，搬去了救护车了，随送便急救。不过，这个查甫人命也是救袂大。天气热，真侪人爱耍水，不过第二咱的机关瀑布所传出渡水的意外。经同仁现场评估患者欧卡，同仁立即实施 CPR， 并将患者固定于长背板，经民众协助搬运至救护车。 渡水的这个4号的查甫人，高级拄则毕业，昨趁大家休热，甲朋友同学11个人，小招到金华瀑布耍水，无想到讲所发生渡水的意外。金华瀑布若特别热天的时阵，就真侪人来耍水。发生渡水的意外也毋是第一遍。2017年发生2个表兄弟拢跋水的不幸死亡。2019年有塑化界工人伫咧遮淹死。2024年9个人撩开水场起来调调的，好佳在无人伤亡。这块的救生基本上就是安全度是非常高了。金华瀑布遮这几年有真侪业者带游客来遮撩开，算是初阶的路线。有目击这边意外的撩开教练讲，金华瀑布当地流血无正危险，也过有回流区。 一般人耍水时阵，若无穿救生衫或者是脱着衫，阁袂啥会晓受水，就真容易发生意外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